南北东西不尽好戏，海上大戏院。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越剧《桃花扇》。越剧《桃花扇》是根据清代作家孔尚任的原著改编的，它是一出历史名剧，描写歌女李香君和名士侯朝宗的爱情故事，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代表马士英转大成在满清入关大敌当前的时候所表现的荒淫无耻、投降妥协的可耻行为，歌颂了李香君坚贞不屈的气节，批判了侯朝宗的动摇妥协。李香君由金采风演唱，侯朝宗由丁赛君演唱，柳敬亭由张桂凤演唱，李珍丽由陈兰芳演唱，马士英由钱妙花演唱，陈定生由周宝奎演唱，杨文聪由郑中梅演唱。请听第一场祭孔打奸。队长举铁呀，一番那袁大人一代奸贼，他对八字为忠言，身作官体，虚言无私没良心，还死掉多少大忠臣，到后来为当不法事，恰被他吕蒙在南京3多年因心与马民，他披着神兵装神心，近来故事多理来，他又想再登仕途重上朝廷。这么空气是啊，他正在里交本官进武将，故作了法客厅，一心要指挥中专情，我不做生不同恭维，对为子我不做西在具体把无来，是回到与你结婚心。对，这样的奸臣不提防，世上的文章道德都不人。我刚才我看见我指望这里来呢，他来做什么？他们是来祭孔的。祭孔？怎么会让他来？是有个事嘛？哎，怎么会让他来呀？他怎么会来？哎，你们看，这不是袁武是到这里来了吗？他来。哦，贵人兄，你们来的好早啊！哎，仁兄，你是来祭孔的？哦，两位仁兄。哎，赵宗兄啊，你真健忘，有什么姓袁名大臣好运为喏，孔庙每年定地，都与有生来支持。哦，你就是袁大人。什么？
求求我的名字来了。杨无子，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我到这里来记痛的。哼，此生些事用不到你来记。孔夫子啊，是他家的，你们记得，我也记得，你也配。你这个下流之言奴的，也配到这里来？王的生意事情却为我一也不是哎。你马身头靠金肩膀，万有脸在此地摇摇摆摆。各位丞相马得有理，可惜是家母小弟来错怪，要不是那年体会到，你们都要遭tội。我国这却真再用你fin开指望来敲别，你咋许真能做今天？你把为奸做怪日子，害死了多少大众也？许多无辜养民事，你能离得开哪一件？至今是为奸事靠山东，万不闭门事故来相安言，公传官到空庙来。万不与我怕滚开！哼，你们这般轻薄违背，竟敢放肆狂野！哦，此间的非官狂野，我们是当之见的。啊？什么？你们这是文人，经过同去收来了吗？我打起来！各位丞相，怎么在圣庙子里打起人来了啊？是文冲兄吗？原来是元老。文冲兄，你为我去见人来讲话。哎呀，林丞相，你真是糊涂，怎么在这圣庙之前好当人命？丞相，还是杀了他吧。好，各位丞相，就念在文冲兄将军饶了他这一招吧。放下去，滚吧，走，滚，滚。人切不为，袁大人也真是求有耻啊！当这国家都是自求，代代这犯贱的，定要当他一个不管在对，是啊。但岂不是各位丞相，近来可听到些什么新的消息吗？林丞相想知道的，给讲细一些。我在看起官告，李他王进兵不进，国事都为呀。哼，听说万万的在治病，层层欲动，那才是幸福自在意。是啊，林丞相的话十分中肯，看来我们家是守护国际之类的士绅啊。倒不是家酒浇头，须到青蛙后边一问。
妇人哪里都懒得去。哦，二兄啊，你不是到李正礼家中去过吗？哦，听说他女儿湘君是个绝对佳人，我那天偶尔一访，不巧他母女都出去了。倘若二兄有意，小弟我与你作伴，是喽啊？啊？家在远处，他居无间，谁能有此妄想？我等给人的给了。好。杨兄，好休息。原来是文冲兄，这在杜陆家位，官家之意。原来受惊了。哪里？哎，大丈夫能屈能伸，倒也不妨。文冲啊！我在暗中听说，回朝中有意是结识了青蛙歌女李香君是啊，我一时看见好事。好事，家兄，你才能陪着回朝中去结识了李香君。被后朝中去结识李香君，这张脸就是，这是人子嘛？哎，由小弟来为担，丧礼酒席都有月老你为担。月老，这是什么意思啊？没错，小弟无非不做胡家而已。哦，原来月老子相遇不做后家，此事前场理了。既然月老诚心回国，又能约成了二兄妹子，这真是一举两得之事。小弟我愿为从中做个好事了。非从你喜好人，救人劫难，真不愧是君子也。别了，兄弟，别了，别了。第二场，定情赠诗扇。
你到大宁国听老刘子死去。哎呀，一个要我去进士，一个要我去买木柴屋，叫我答应哪一个好呢？那当然要答应我的啊，那不是互为两女经的神情。母亲，老刘不是在袁大人家里做门客的吗？他怎么会到外面来是死了？怎样你呀？整天关在家里，也不晓得外面之事。那个秀才们在文庙里当了员务子，老刘知道员务子是违章于你，所以他就走出了员务子家到外面来得死了。老刘有好几天没有来，难怪我不知道。老刘这里是随着的。他今天不来，明天真来。说不定啊，本来就来，你好趁你去买木柴屋去。木柴屋上去的有什么好玩？你呀，也不去看看外面。老来了3月天，撑在金瓦梁门前。当绿林水家，家屋雨尽，风送香花迎敌。我们这门在家中把酒添，年岁轻风息。路上，哎，你去把相亲的叫下来啊！还有在看故事吗？相中在此啊，他不爱谈笑，不爱玩，不是爱看写把边，望进来总在于两家，相中是看过眼，听过眼，相中这样爱看事，真要变成死在子。上言道听，只非特情满恨，不看阳光这里马子。好像有龙啊！哪里？我一进大门就听着里面叽叽喳喳，一片热闹。不用猜，我就知道一定又是我那陈婆娘在这里大显身手了。咦，这里又不是你设死的地方，虽不许别人有点声你没看，一见面就不肯饶人。谁饶你啊？我还要挂面你。哦，挂我来。不是你长发过世身，真为是相中是面与日子，唐山是相中与我在一起，管教他变成了有声有笑的摇钱子。婆娘，若还是你一天到晚走过儿行夸乐，为夸我，好夸我。这里是六朝金粉里，胜过26乡。听说从正王的还要从北京到南下来的人呢，那我们还去些什么啊？妈妈，相姐弟在哭呢。啊？好多多的为什么哭起来了？也是自由了，17、18岁的姑娘应该有她家国郎君了，让我去看看她家。神爷啊，相中神也不小，应该给他做一个媒了。是呀，就这样抚养老爷离去，一个无奈有公子，何以虐人？相中知道吗？他听说是福州才子。也是有个分享了。哎，对呀，福中才子得配相中，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真娘，
你可听说先天在文庙县当元武子、元大人的事吗？喏，就是这般秀才过人的好事啊！哎，老李，听说你也成了冤家了？哦，你已经知道了。过去的事不提也罢。谁娘，你们快来看，你们快来看！将军啊，他是看到我老爷在蒙古的锦州这一天才困起来的呢。你看，老李，你看，寺里面金龟两个字都不见了。金龟两个字到哪里去了？都被将军的手指磕碎了。那是南宋朝的黄金，方与如今大明朝相仿。哦，你们都在这里呀？好极了，好极了！让我来接你们迎接一位贵客啊！这位就是可做留名的人士，后当中后公蒋老爷，这样的风流才子也不迎接。啊，我倒忘记了。那这位就是潇洒他所的毕玉京，真是玉京仙子。那这位就是穷芳之官李真理。故事延长道理。那，这位就是江湖名士刘金的。舅娘，白痴，奇怪。还有我呢？我倒忘记了。兄啊，这位就是最风流、最俏美的沈婆娘。不会是会哭的。妈妈，将军来了。将军来了。兄，这位就是相君。相君，这位的如内公子。有谁无言而尽？公子啊，此雅姐真可不久，此雅姐真不可无视。想问公子乃是不如名字，我母女亦要当面领奖。才子佳人难得虚伪，一虚伪想不到还要套上一套。既然来，有生不妨先去。好啊，那娘过来碰面啊。姑娘，我看这个女儿倒会接种相君才对。对，相君啊，来啊！相君，我去吧。往深处有伏兵。刘公子，是不让老婚拜托？好，请自讲。
感到自流已经下，王生处女不平常，请系行事行一事，不及东风到梨花。好事，不愧是当今才子。与此相君恰到好处。好好好。他们姑娘夫妻有生结义，此岁逢人，说过喜年。好啊，今夜定了，接下来给你摆人当小白姐了。相公，相公，相公。二兄，小弟有一夜相貌美动问，请讲。这个。小金啊，看来我们也该回避一下了。哎呀，大家坐下来才好说话。好好好好。黑公子。请啊！师兄与相救，被此举目明，今日一见面，两下结中间，小弟想做个月老去红线，必须很胸口有心，我也明方相君，不想自己女奉陪，此君欲为红国传佳音，我好似守在中长园，平地在青云。既然公子都在，三日便是今日两载。杨兄，我离家必论谁论尽，一时空难来离平。师兄不必挂胸围，这葬礼究竟该由小弟来担任。此事怎能好来师兄？他应该来虐待。师父多谢了，现在又当了儿子了。第三场雀联。
这的身上真美呀！衣裳真美，什么？我说是什么？贵人，这衣服你是哪一家做的？我也不清楚。什么？是杨卫处杨老爷办的。那么这些账面旧人都是杨老爷办的？我想去，这些账面旧信都是杨老爷送的。你与杨老爷有什么交情？那是文字之交，那么一定相识得久。哎呀，只是相识不久啊。这就奇了。像杨老爷平时不像会经食谱之康，他为何要如此计较？我们逃亡来了啊！楚娘，走下来是吧？楚娘，你就安稳一些吧，昨夜你也闹得久了。你又来了，看看就是安稳啊，清静啊，难道那些不懂星空沙在无老乡吗？好，我就与你去闹吧。哎，牛津先生实在像话人，好，我也与你在这里静养片刻。你哪里来这许多尽欢什么的事呢？这情话无边，有彩有草，有歌有舞，你能不懂？事情相中又配上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公子，你能不欢？好了好了，不跟你们争了，让我进去吵起他们。楚娘，在过去晚上找聊他们吧。哟，原来丈母娘本在这里是包家的。这个他们实在别来问呗，空等在这里多没意思啊！楚娘，那么我们听老六的死去，我们到这里谁在里听老六说事去啊？好了，等一会你们要老刘一起来喝酒吧。好啊，有了刘经理，我们可以更热闹一些了。对。不必。杨老爷，听啥？
是元老院中主张理，真情哪有这巴掌？袁大人，你300两文银为他花，我家快来与希望不知与我去了，他们两人啊，一个丞相娘，一个富二郎。你替我开定下，我帮你拉槟榔。这紫菜茶碗真合身，把香儿当扮成小模样。实在好你，我这个美人不忍做错啊！你这许多礼呀，也都送对了。哦，恭喜恭喜，这是进行的好往哪里？多谢杨兄人。想还不向杨老爷拜谢臣妾之礼。哪里，君子当人人之美，何邪之也？相君成婚之后，根绝义理了。只有师兄据此不闻啊！相君深爱千里，今日他了几多之才，存了一身遗漏，用光与家婚罢了。多亏杨老爷上上联送酒去，今天一早又来探望，对我们母女也真太好了。杨老爷，我有一事当问吗？但是无妨。杨老爷送来了这些厚礼，在相君投资有亏，在杨老爷死之无名，我想问个明白，以便图报。对呀，相君问得有理，小弟我也管不问啊。好。请杨兄明告。好吧，启蒙文件，这实告。这些葬礼旧事，讲出的神州国荒落大夫的冤冤害。你是指那冤无子冤他人吗？对，好。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后兄莫见，原老无非愿意做下那教子意。教他爹你一代名律，再不做反正快走，再自岂可无家人？家人怎能屈自手？为此他原人人300，身边的一代好配偶。
袁大人原是鄙人吧？我毕竟为人，且知已久。现在他无故用尽，令人不假。是啊，原来他有一番苦衷，同我明告师兄。袁大人好问我爱歌舞，本与我本是同路，过去他接上为忠业，父陛下把东陵君子来举捕，有才子一日为当圣人，东陵反与他成三河。自从为奸佛了法，大人他独自忏悔在家中受，想不到佛祖自有不谅解，真是他莫佛冤枉无次数。原来妹子娘天台，太无人为他把冤苦，素娘师兄从衙女，他也那非有生能救我，无救。袁大人遗忘在于途，如今他愿意来归故，倘若我在弃了他，他岂非做到你走前路？生人有故而能改，再无他意。杨兄，此事用我心作母。哎呀，二兄真不会明察此事，小弟我一想也是如此。冤家你家不你家，这饶人此气饶人。官人，你枉读经师，恰不明事理。他人公子，官人救之，你将是赐予何地？相兄，袁大人所独断是为当，他无国衙民丧人天良。近年来为官结党结佛法，恰为这教徒业务漏了忙，应须得佛陀君子有官待，揭发了元人隐私一张张。官人你是佛陀中间一君子，你岂能够把人情话儿轻易讲？你啥与他小手结缘面这样？我问你，你是忠是奸，是冤还是良？相兄，不管他是忠臣是奸党，但公子却是一片你心肠，生怕你
小心，自举起送衣裳。答应他做我丧礼人，便想要徇私逼供良心上。我断愿怕经常，从不放下。不顾一台上名字香。哎呀呀，相君，你气性也太狂烈了。好好东西对这一地，岂不可惜？平康中一姑娘，她家内把名记讲，偏是我暮春天夜已死神，一霎时终结不非为了情王。想起了我若问与快若我，也无非贼我操守，以我文章。我咋帮助了袁大人，岂不是义无尽到名扬？救命非情长，从于情绪生强。这是元老一番诚心赤裸的我已就万请杨兄两字。哈哈，既然如此，小弟告辞了。什么？杨老爷，哦，杨兄，这些葬礼遗文，相君不用留之无益，万就辞去吧。啊，公子，对对，好，遵命，遵命。相中多是才人心，你这样做，无端得罪了袁大人，小人必将袁如起，虚空谁无万岁。不得真应得人，他什么受不杀的袁大人？哎，你真不懂事。小君，你说得对，做得更对，我在关键你。滚！在这里吗？有公子在这里吗？在这里他经上来了，好像是听收兄来了，去跟进。他孤算在此地，林生兄有什么紧要事吗？怎么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啊，有什么事情留下来讲吧。我方最近要一声，大家小杨神丹领，这里也用了袁金不少钱，一心对靠袁大人。这是从何说起啊？中左有多的名人堂，等你去发到里边。这从何说起呀？林生兄，你看这不是袁无子的阴谋诡计吗？不，此事我也有错。我与金华街将军送了金，才
认了亲，怪我自己太糊涂，我无辜罪在上联就是不该应。今人杨文处又来访，才知道在莫有他话是袁大人，他是一面在嘴里送葬烈，一面私自要一生，银锤相救命大义，却葬烈保全我生命。哎，好险啊！这圈套分明是预定，他原来呀你才相聚，相聚来了，相聚，你真是不做一知己，比中间真是般。刘兄，俺见次次都是眼睛，你要步步留神啊！是啊，管用去的银两与我们不说只有抽之万卡，好吧？免得不说只有在名人堂登记了，我们马上就走向军队的，对吧？行吧。下去我去的了，我让他去，把自己正将是个明白人士。好。第4场，被害分别。原来他是叶红开边，是得本都不与关心，看云两人美景美婚。错了，妹是一般，男是一般，不可能下去的。啊，两人美景奈何天上星，落日水酒。好多多的音乐不唱了，我唱不下去了。两人美景难无天，伤心落日谁家园。唉，这2句字勾起我的心事来了。真想不到唱牡丹亭也会唱出心事来了。好，就不唱吧。老李，还是你这来是哪一回事？让大家开开心吧。好吧，不知你们要听哪一套哪一代的故事？不论哪一朝哪一代，只要就热闹爽快的来说上一回吧。怎样你不知？热闹桥就是冷代的根呀，爽快时啊就是前人的指引。哎，倒不是把这在山人山古人历史来讲他几句，大家来闭些眼来吧。不料金老也困到这些，真可忧虑呀。哎，看来呀，你们又要谈论国事了。我去家事要紧。二公子，近来常在朝中走动，听到些什么消息没有？金老，不说虚伪，无非斯文为由，真古冷静，是道在国事吗？
在四大比黄河山，滚滚浊流不见情，穷不见从政的受亏不尽人，用兵杀将满朝廷。讲得对，穷不见八百勇士诸良勇，他儿着无魂享太平。穷不见万句将不死将军，他们死骨之意死掉心。满朝堂总听只有死苦法，空谈吐沫难人理。在朝华手中君子山上意，独有越国有民心。这真是文政于内，无红于王。大明朝新风才来临。朝廷中养的这些兵将有什么用呢？他们的用词啊，杀敌、杀敌狼、救民、复民亡。东他的领国相一定去善良。公子，老来你们都在这里好极了。你这样慌慌张张，到底有什么事啊？你们听到什么消息吗？南京要遭大难了。这一年出了什么事？今天有几位老爷在我家里请客，突然有人叫他们到清理堂去，谁有紧急大事商量。我看他们神色慌张，耳中还听得他们准备到南呢。怎么又到南了？是呀。哎呀，清兵还没有当军过来，南京的老爷们要到南。你知道什么？我听他们在说，是什么武汉周良牛要来抢南京。抢南京？周良牛抢南京？哪有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倒说得轻飘。周良牛有8万勇兵，南京只有几万人马，怎能挡得？所以他们才想到南宁。怎么说这种消息你说准备不行了？我想过一个人，我准备我当兵的，周良牛要是真的兴兵作乱，关外的大士兵一定趁机杀来。这大明朝的将军啊，是我可庆幸，空是要做。这一娘听儿听得真可不信。周良牛乃是家无门生，他的为人不知是此啊。哦，二兄在家好极了，小弟这有紧急之事要与二兄商议。什么？啊，老夫在此多有不便。哎，不必。杨兄为何这样慌张？小弟身为国家兴亡的大事而来，周良牛大领8万兵，征战武汉市重镇，这是他杨业兵不良，我东家就是抢来去。杨兄此事当真？小弟刚从兵部永大人那里来，事实完全确实。倘若将来有兵变，只恐怕关外得知要兴兵。这一乱不清，也记着再见一般情。杨兄你可知兵部永大人，他与我两侧不乱境，用兵部副良也不想跟我秒杀太州兵，他为是破晓的前来救师兄，恳求你师兄救大明。
想小弟乃是14岁，我怎能退在8万兵？做2月恩师是你临身，也只有醉梦言语他肯听。现在是只有郑大人亲笔信，定能退在8万兵。为国要老师本位，我家务定若能一语。只可惜我家务远在千里外，难救一劫为余亏。师兄说句话呀明，你何不得写一封信？当时国家危急之秋，二兄你起身受事不救。事出之后，领着兵命真功了不起这一场。我的笔会啊，全将军。这样就不能好。法也去30岁，现在是怪话得知上稍稍，怪内四次乱纷纷。将军身居重要的，举着虚声从于情。倘若你东下到南京呀，金榜上四出无名3年来，老夫所知你忠心，岂不可委屈两相留骂名？哎呀，好啊，好，这封诗写得真好，我将郑大人的手笔。二兄，哎呀，二兄，宋慈兄不能用国家人。对呀，二兄，谁却来了？怎奈家下无人留此心？昔日为国与为民，老官愿做送行人，今老能去得山，可是你沿路真经得起西关门。行了，听是那诸梁的穷极在百年，那有苗插去见将军。公子啊，你又来接我了，这是我失事的所讨。我刘金定失去就赢，不许就止，我再无什么一己之理。行了，这不是情呀。你那里下笔于人？我这里说句一听，才情便是我的才能，实在穷庸，我要压一压自个孔明。四中一事，你要讲说明吧？对，四中一何是明？但凭我2万乔在人，我一见面就将他骂。你真的骂他？我骂他，将军这道人，你才加一等号。这一骂，你我就死心完有了。我全做个6年存死卡。包括你听到我好应心，老官就此死命。是了，我这都小心了。
几位公子出来。杨老爷，他就有事在你身边到此。虽是为前日那部私信杀出大祸来了。什么事？今日众位大人在请你到你们国事，这次袁大人恰是二公子私通周良了，他们就要来拿人了。哎，快去快去快去！哎，此地这位都开口，把那家人抢出头。哎呀，侯兄，想不到这次头次送信竟会弄成这样结果，我真是愧对师兄。那袁大人的请你到日后照耀，竟是这真之功，相信他的无言论语。他生你与周良女本是旧交，这次取信不是阻他不来，乃是叫他说来，你好按着内应。此事经过，那位阁下你所深知。是啊，虽经小弟力必其非，不奈比起马子英等，却听信岳父子的谗言，当时子公具有拿捏之意呀。岳父子，哦，就是他。可叹，在老赵金分之地，仅我一个官是官位之人。有啊，司科不大人仗义，这一不成，一怒而去。眼看他们就要来拿你了。公子，事不宜迟，还是趁早远走高飞的好。是啊，怎样？你快替二公子鼓着小人，就会稳当一些。快去快去！快去！对，事情看来已是不得不走的事有了。侯兄，小弟来此，借王恩司科不归人，定出岗中。侯兄，你何不投奔司大人？对，司科把年法与我辈自动到位，都是依靠的。贵人，侯兄，夏兄来了，小弟告辞。外望二兄说这为你，你要说这为你。哦，多谢亚兄。贵人，小军，刚才杨文冲来时，那远的妈妈都已告诉我了。杨姐姐，妈妈实在小人不好了，为你叫公子的。贵人，一看心要别了，你真不失望。将军啊，心贴霹雳，啥时来？母亲也万语，不从家。你因之所以好呀使命，为何要有这儿女将军啊，既是天大人，天大心也皮不
大事，怎能改夺在儿女情？为何？如果是天上人，天上星，我恰能够碰见人，我来安称。你实是富士神衰，尽了情，我总是结算是借你的官人，你实是富士超尽才是因，我从此不见面面我不讨情，你实是我年真是年恰当年，我劝你永远记是真，你实是何此桃源可比邻，我劝你必定必有自见分。官人啊，你此去定义家国中，你切莫要事牵挂我相聚。相君，但愿暂且小病，有为不用。怎奈满地真言终见心。空有金兵真送来，却公子万事关非言。虽在我西东何太急，一口人口。将军，你此去沿途是留人，你在家要君莫远在他归去身。你放心，你咋不为为？我相中就不下了一步。啊，我相君，我相中一颗二人如此了。好，但愿是此。告诉第5场，逼驾祭师山。
赶到4楼，已经了。往生处于复必他，请吃弟子定义子，不及东风奥利我，不及东风奥利。香儿，我看你也该梳洗梳洗，到外面去散散心吧。你这样闷下去是要闷出病来的。进来了，怎样？相公有人不是我吗？谁知道他？看来他还在思念公子。他呀，此比公子1年在，他好是孤雁生了君，正在里门在家中。
人纷纷都出了头，再得从是袁大人，我此来回了，为了相中婚姻事，我是被怕无奈三番两次从登门。有位相中亲事，不知是哪一家？凡是那个新晋封了大官的爹娘，田老爷。上次也是爹娘提亲，有相中这一不中，不是已经委屈他了吗？上次爹娘来提亲，暗中他娃是袁大人，此次终于来离婚，名利成年是马子义。马子义。恰原来得高门相马子义，他只懂得丢手光阴。恰原来精通光荣，袁大人只懂得前线做媒人，也记得大师称王在北京那大明官在金陵。满朝廷心事的疙瘩，与不去，有才去为国要老，常听兵相兄，你有分了。妈妈，儿就是要疯。也是被这般苦国养民的奸党逼疯的。相中言自有理，如今这个世道，今连我等儿无人家也不得安生了，这是哪里说去？我此来实情并非是本意，送一个小戏却是真情。这般儿子今夜就要来得人了，这叫为什么才好？路上不用，难道他们国将去不成相中？他们还为人的家里吗？真是闭门家里人。偶从天上来，进宫之后。我家也必必这是李将军啊，相中他出去了。无事。哎呀，国家，我们到外面去商量商量。放屁！有什么好商量的呀？把李小姐叫出来。师傅，这是什么？看来你们经久不吃吃把酒。来，把他们绑起来！我的相中，下次来，哎，谁在这里这样吵闹？哦，哎，杨老爷，想不回家也不懂一个规矩。背我下去。这有酒了。杨老爷，我们是奉命来的，在门口等啊。
老爷来得正好，我家有事呢。实在从马相府来，知道你家有事，但来到人家这的话，你往道事呢？哎呀，这就奇了。爹娘心中造物，自个必出，难道还有什么不配之事吗？不完罢了，这乃相中不容。上次马相爷知道你聚会，动了大怒，他这位恶不许来将去，下官怕你受气，才会无礼而来。多谢杨老爷，放着杨老爷私中解救。相君审理。杨老爷，相君在这里。相君，这件事你看怎么办？杨老爷，你是为我家帮衬而来，还是为爹娘失亲来了？依我看来，这是一句说得之事啊。怎见得？地府有现在300平米不算亏，马家有势力，何怒恶我汹涌来？你在加了他，百倍少无享富贵，你这不叫他真的这两家富郎威。杨老爷说话有道理，你倒不是谁中了谬贼。妈妈，你是哪里往来？杨老爷，都认你想得真，相君婆婆难消受，曾记得去年3月收郎，也是你老爷做媒狗，事情是平平稳，在眼前那平平的事实谁算呢？李话在耳边，那里边的人影看胸口，我岂肯抛下公子嫁爹娘？你怎能够救美再迎心美心？好夫妻，这是后生3年不归这时候，我想等他3年，10年无休，就等他10年，终身不归呢。我便终身等他，此时就不嫁爹娘。倘若他早了不成，我就跟他同死。好过3生9烈的李香君，总比那半朝那南来的文贵武将要好一些。相君，又像这姿态出进一大马袁大人那般光景了。后又来，袁大人与爹娘都是奸党，袁家的葬礼我只能不受，爹娘的亲事我更该拒绝了。相君不可放肆。那却是这下官告辞。杨老爷，你不要惹人一块见识，倒是困在我的文你看
权贵生孙唐权贵。下来你也给亲娘想一想，免得我吃了就靠许就在。妈妈你虽有千般意，儿必此一张，我老虎扛一心太好扛，儿郎我放在儿郎。妈妈呀，你也为将军想一想，我岂肯人若偷生却叫天娘。想儿啊，权贵豪门是父老，我母女当必怎能把错当？你若是一去违抗，眼见着顷刻遭罪殃啊！这什么丞相府司教令傲，丞相王，那杨文通他女权隐蔽在庭上，我偏要马下反过应手上，我理想中你死不讲言相中。好吧，有理取闹吧。杨老爷，相中，我看你还需要3思。好什么？你要不要出来了？你们跟我去。你不给我杨老爷，时也不早了，我们要去发明了。哎，知道，去。杨老爷，这怎么办？奉劝杨老爷怎么举目？现在只有一个权宜之策，只要有法儿就好。怎样？相君没法，你就带他去吧。这真是的。相府管家谁要进来，那不看你死得还死不得。也罢，堂上被人人称，怎样得了？我这里是相君，谁能避免？传吧。
自己照顾自己了。哈哈。你要好好保养。我在你是人。你要多多照顾祥君。哦，用实的，你自己也要保重了。相君受累，分娘从良，息了元凶之仇，减了马厩之威，这真是一举数得之事啊！这不是二兄留给相君的死水吗？怎么上面染上了血迹？哎，相君啊，相君，你心比天高，明是大话。我不免将身上血迹勾挖几遍，以致相君先走。
让我陪着你。我想念你。相公，你可不要糊涂。姨娘，你放心，我绝不会死的。我要我接他们去。那我走了。姨娘，你今往哪里去？这个世道无以看穿，想到人话欺压上在病。妈妈，你在我身上，今日一去，你何时归来？二郎啊，二郎，你匆匆离我，不知道你流落。你在异乡，可知道湘军的事情？这若让所人的思索，真的损伤了血迹了。情意分外遥。
决心了，这人缘几时到？姑娘，不要同时忧伤，事回来了。你家婢女都已告诉我了。姑娘，这船上的凶。这比神女家，他用一生的做兵才知道人的成绩非常样。一公子才走到样子，如今又比他受伤花有毛。娘啊，头破头，命破跑，你在血海的源头要起来，你今要指引我几笔步。姑娘啊，你家族夫人才早了，我听说公子在黄河碰清兵，你何不写诗一封将他去找？好倒是好，真乃是夫人能传得，是我为你去走一遭。你能去那是最好，也没有。你快写起来。师傅，这一路上兵荒马乱，你要小心了。写起来。不归大宁啊！
姑娘特用早晚宵。第6场，备选骂奸。此人生不知月老开得何人？魏春啊，你倒不妨退让一退，莫非是比起马相爷？杨兄不给自己一推阵仗，你可外去好是什么？哦，这警备引退，里面他也好会谁话了？哎，看在恩相岂可这边，务必可而顺，这非常是明目三条，一次成功。神兄用心，真是喜之真嘛！哪里？马相一驾到！马相一驾到！马相一驾到！有了两位，久等了，不怪。真是伤心神意，黄殿草举是爱高攀，实实对对了。应该这样前碰，奉而无益。可笑一番小人，这个翁人俊贵以千金神圣，做十分求态，实在是一无可取。恩相实在就是乃虽被苏娘恩相保佑之事，得请来此赏心明媚而已。这样也好，我是非恶梦成而死的。对哦，你们想，现被老太师严嵩，头上不是个大文人，只有被曹文武对蒙人忘了，才落得西去万年。恩相为人清廉正直，再不欢喜蒙人的了。无妨卖身也是同为奉人他人的。恩相请，兄请。来做事非得行，谁身体节约当的。好一副清扬的德脸呐！这是外甥也是他感慨的两句名言，外甥写了下来，作为俗语名。饮酒赏雨，神圣一大乐事。外甥爷真是个大才子啊！是啊，大臣啊，
你终于不知公路，自蒙身家，听说阵仗有闻不少。不见恩相的拜，来生没吃不吧？你应总要生仇，王中要做真美风，可惜百姓鼓舞，得埋身上其中，只是那见色龙心他不用。正当因我不容，我不是担心朝中有用，朝中遇了的马将爷，乃是虎心来谁攻？那定是为将兵兵战两不错，有空当时向南攻。在清兵时不须为，从今也不必担忧恐。恩相实得其事，那只有在北京称王了，还能不愁吗？啊，你这问出，只因那李成守反起英雄，大清兵尽管给我兵来论，那相爷考量多深远，他是在不让满屋去定罪。我只希望两路各攻得一成名，我们要送孔王居在江南，朝廷具有这酒茶，身上一个万不还。身上担心的是年军谁怕，还有好戏与民动了。哦，生前之子有他有生意呀、眼看那李成白着不用存，清兵虽不我许论，长江天险无人渡，方家有江蛙死征，无痕诛杀，伤兵严重，至今真给心火龙，万岁不有理当送。与了所备的儿子妻，不是个小人家忙的好戏吗？哎，对啊，实不相瞒，身上这戏中缺少熟练角色，无法配演孤儿发情。哎呀！大人啊，我们无不去挑选几个能够随我的妻女了。来生也想到了这一仗，少君把他们叫来时，还请恩相顾我。这就对了。来来来，我们上席饮酒吧。是，来，堂主，举相去。西北相爷大事不好，不是今朝方才接得捷报，王屋兵变，守将高就被部下所杀，清兵趁势屠。你是什么？清兵屠过王屋啊！清兵屠过王屋？大人啊，我们不是以他成我们他们。大人啊，在我们等蒙自己大把人10万两，取得1万匹，解放不仅有清朝去用，为什么消息前无？想不见，但对于大清朝无逆贼，明清两方不许讲价，
也就相安无事了。说的也是。杨兄啊，你此事切不可妄传，上辈父所修才的事，又要想接替逃不了。这辈是文人，才智不足，8时有余，理该赶紧收纳10个棍子。恩相高见，跻身前缘，卖身一定早办。举兄去相亲。血岂可无私，万幸救兄于心。刚才这个宝啊，保得我心大感念。那么就用是鼓来弄饭吧。倒也是的。今晚各位交来了没有？都来了。当然了，是。想起兄弟。跪下，跪下！这线条儿等于是公判家不见，相爷要请示亲戚你们的故语，看看你们的福气。总是生有知道被没人可耻，你们今生无用的东西。是。卫兵老爷有一个年轻美貌的，他宁死不肯下来陪我们讲腔来了。怎么不带他进来？是。他叫什么名字啊？相爷在问你，你为什么不讲啊？他叫李真理。李真理。我看你有你比生也。妙，你还不快过来拯救长桥？你怕过来呀？不为，样样不为，你真称故女。我愿非故意。看他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后人不落。相爷在此，外民皆可身断，用你说了。好，那你听了。我心头冤屈已从从，我几番月空无人空。
尊上，这个女子也她迷糊了。老爷们才是有了，不必尽诉虚胡。哎，不放不放！小女子，你有什么愿望，尽管说来，尽管说来。这若是请你们相信，这苦是经百姓受用。你归位在乡里朝风，你生辰光落是山峰，你这种是落头王峰，你是万民之上家若同。你差不该这度自己相拥啊！你不为表明大与痛，你可是风苦偏也气，你可是清兵在关中，你可是天外百姓早地配，你可是半壁江山许在红。你还在此伤什么心，用什么美，你要什么鬼，什么？哎呀，现在李正里是相君之仰慕，咱们东林不入内王，这有四次大战，给他，给他是。那东林不若真君子，我青蛙妇女也惊动。你官儿女子为家中，怎能够同心用？袁大人啊，袁大人，你这是偷抢我太太的梦，你有曹文华百年中，马日英啊，马日英，你这是这样上龙无过是。大大明朝江山，清代父，来鬼母啦！下去对台施毒，好！我兵器随上奔去吧，我满枪你手头中，你每场领下作品。你是风里后马不去用啊！你这个邪兵，刚才恩相面前，你是吃他的方式。哎，有了有了有了！哎呀，一大夫之争，后兵这小小公寓一般见识。好好好。是啊，阿仁，我们来饮酒吧。酒去。不取一步，封在西地里，让他去清醒清醒。遇见一跑了他吧。事故到才接受封邑。正是万岁爷伺候不语，这也是恩相传之天下之功。好大的喜啊！不仅有其老夫
门前大香飞，红梅见大梅。美人来奔去，少看公一生。好家老爷，你总该讲几句好话吧？九孝，还是少了这个小女子吧。哦，这女子还有用吗？哎，月老，你看她年轻貌美，留下来总还有些用处吧？啊？哎呀，还是把这个前程送入王宫，跳过疾苦的过程让他翻译。我把哪来下去？快走！哎，去！来，像李正里名门进化，为期多年，无需40年纪。对呀，李正这到底是谁啊？你还不是神？哎呀，他基于东陵不说内王，投了他这个将才，与他们一起认罪。哼，崔浩文是你们的官计，你杀得了他人，却杀不到我。亚兄啊，你中的神是他。他的确是青蛙高女李真理，文冲乃是风月场中的老朽，大概不会出来。滚下去！也行，滚下去！也行，滚下去！大胆！人生短促，得弄起了啊！我们来饮酒吧！去！哈哈哈哈哈哈！西北相爷，武汉诸良友有荆棘州长一道，长州天子另有公路一道在此。他有什么好背？哎呀，辛苦了。好呀，了不得！诸良友逃完我本铁道隧道，要完胜你，没法。这不是心中这个结婚吗？他要发兵接待15等兄弟，这不是逃犯？哎呀，诸良友他有用兵8万，专将千员，这来岂不是把大明朝断送了？兴兵毒了我，诸良友也要逃犯？这边受伤，要报4级生命，只有调去江湖王人师生解决中道，这恐死不得。
清兵大敌当地，将来真人来轰，这恐怕遭着文武大人失望。难道我们还真得让诸两就来困死我们不成？明次当造居民完成，再滚不我这别战。这样晚上，他的清兵趁机乱下，就要再去迎敌。要是真的清兵而来，我有迎敌之人。他曾之言，深恨我意。他长夫烈烈轰轰，也可听到清兵大声，他能保全我一生不悔，真得受在做成道。九兄，西北相爷，打得不好，清兵只是不得长去这个，就这样子啊！清兵，第7场，相会思师善。又来了。这里是荒儿，没有人剃头的。那倒不见得。你单子上挂的是什么牌子啊？奉旨剃头，为令在。哟，好厉害呀！好，那你把我的头发也剪掉吧。这女人的头发上面还没有管着。走，哎，是，我得走了。咦，这里的狗才是了。这鲨鱼鳞它总是要破的。哎，走。哎。一个假尼姑才是4万了，就是4万啊，也不会加进你的。那你要加进来呢？这也不加，这也不加，这也不加，你只好4万下去。老吕，难道我们真的永远不能下山了？哎，婆娘。你要下山并不难，只要村上莫轻风。
牛山，他并没永不到你西斜的，今晚我请得在你完全见。你要我去回人青岛，那我还不愿意呢。那只好自在西崖山，但得清兵好酒，终有一日永不拆。切莫用袁大人马士英，路也得些些丑态，到头来叫土司走狗盆，也无非做一个刀下鬼。自从与相君到参公，3年来困守在泥岸中，便若今一对迷途物，离相君相的儿朝中，婆娘我在牺牲下落，在这里孤儿相随尊，不要无此送。婆娘，你只想到不婚生下落，恰不问莫人何必为呀空。你要记住西呀山谁节目留着在松柏长青好气中。老李，你也想婆娘年轻了？是呀，肉金仙子，可是终极不让你对菩萨那样专心，我真不懂年轻有什么意思？一天到晚嘴里啵啵啵，嘴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我是菩萨，别人一天到晚认婆娘的念上，把我万一万死了。如今相兄你，他说也有人是年与公子，今人妻子了。老李，你前天听说余公子向青岛去应考的消息是真的吗？婆娘，事情还没有弄清，你就这样口没走了，好比相君知道哪完了的。天色不早，我要看茶去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嘿。老李，近来金发流鼻的人越来越多，你要当心一些才好。我宁愿不留头，也就不留鼻子。师傅，无论怎样，你应该谨慎些才好。是啊，相公你放心，我会留人。今天人多齐了，就是缺少一个正娘。要不是已经3年前在金华河边那把你闹了，你呀，3句话就离不开过当年的乐事。事过境迁，今惦记些从前，有什么用处？不叫我想过去，我也看不透将来，那叫我活着做什么？
沈姨娘，等那一天，公子他来了。公子他晚回来？会来的，公子他一定会来的。宝贝，你快走一走。他到来做什么？大清早得了天下把名字早，出榜早也早得少。莫奈我查清我等四方，放进那山林隐士王家教。今日起身一大早，哎呀，走累了。想在保安西家，莫上闹，莫上闹。好啊，哎妙啊！大夫跳舞一次。不想在皇恩抢有报，你是神徒娘，所以偏越笑；你是别女精，能无小蛮腰；你这小娘子，两边是通吃道。你是找不到妇女再聪明之教，此从对切落全票，请你们跟我走一遭。你这位公差大哥，你可不要认错了人。不为差也不为错，小事儿与你们见得多，听你们的歌。看你们的舞，真为乱的这鸳鸯谱，鸳鸯谱。你是何人？我是大清早的茶园。那你怎么熟悉我们呢？实不相瞒，我是当年大明朝魏国公之子，不料国破家亡，难以谋生。无奈就当了这个差事，可恶！原来还是当年大明朝的贵公子。你这位老姑，莫非是当年传世故事的刘金娣？贵公子。你弄错了，我是个困教的教夫。看来你们都不愿出山相会，哎，只得来我去做谁了。原来有气息的文人名士。都因为带领公子，那么你师傅，你真的遇见过公子？师傅，你再将几首的经过讲一遍吧。是不知讲过多少遍了，老张都烦他做什么？老张，只要有关公子的消息，我是永远也听不厌的。
用意寻找王无边，就才知王无边上一通刀枪，我在乱军之中女公子，他知道将士说自死也正常，才知道清兵满山遍压来，我与公子被冲散，从此不知他去向。公子必为金陵外，定然是从未扬手把清兵抗，只可公子必必为扬州。所以在不知他生死与存亡，要是他从有今在四大城，他的美名啊，早已是千家万户尽脱呀。我也听说公子没有回到扬州去。孙姨娘，你是听在四次讲，我不过自己好猜想。你应该告诉我实话。师母，你快说呀！姑娘，传来之言不可听，真正家家为龙不亲。听人声，莫请世子早也是。二公子却因事是榜上一有名。不为的，公子他就不为的。蒋公子是夫弱中间一君子，他平日里重其罪，惜生命，何况他从小传家讲仁义，他真为放下这多愁与将，分明是如此小人三要言，我相君绝不信，我绝不信。是啊，但愿是此哦。敲门。你们快是谁来了？小秋，小秋，
大家坐在这里啊，好美，我没事。相君，你来做什么？相君，我接你来了。你接我到哪里去？相君，我们该回家了。回家？是啊。你何暖的家你回了？扬州司客府大人呢？请住了。做我的沈公子、吴公子呢？弃你不仁，心难了。那么我听不了在天下，你好有问沈国姓你出马，所以你顾不得羞耻，你靠得了一身长袍马褂，你忘了佛陀修在崇明地，在文庙前纷纷把冤钱当，你忘了吴公子欺你行了难，你恰约那马冤二人，你卑躬屈膝将身马，你忘了司空发扬州，他心中你自团路各安投身相拥挂，夫君不是相君人马，哪得我妹妹无言流言呀？相君啊，我只讲一句话，我去迎考自才与无难，才无难。是啊，可是我爱你之心，至死不渝，永不变卦。你还爱我？是啊，你看桃花顺金金长胸啊，在身上血泪斑斑本无家。哪位？这个。什么宝贝？
要着孙儿，要着孙儿，做什么？将军，你与我走。将军请马，二公子。明朝的君子，没事，不要我下去，我要看看这些人的下场。